大家好，我係5D 班嘅曾希嵐，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呢一個暑假同屋企人去咗日本旅行，其中一個地方叫熊本。呢一個地方其實我以前去過2次，但係因為熊本2016年發生過大地震，所以熊本城受到損害，未能夠入去熊本城參觀。地震後嘅10年，我終於有機會入去熊本城嘅天守閣參觀。嗰日嘅氣温甚至高達40度，所以真係好曬同好熱，但係都阻礙唔到我入去熊本城嘅決心。入到去熊本城，我第一個感覺就係覺得好大同好震撼。呢一個城總共有6層，每一層都講述每個時代發生過嘅事蹟。最後我去到第6層天守閣，依家已經改造成為觀景台，可以俾大家欣賞熊本市嘅景色。能夠可以去擁有400年歷史嘅其中一個名城熊本城，真係好開心。入到去天守閣參觀，更加令我覺得好感動。呢一個地方我真心推薦你哋，如果有機會嘅話，好值得去，因為可以睇到熊本城嘅歷史同欣賞熊本市嘅景觀。